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咱知啦，名甲我同款一个国。阿公兄，我叫伊共国的，伊是北部广播界的名主持人，也是我艺界的头人。一日入去伊的办公厅尔，伊就甲我讲：国正啊，咱今日来什么斗奖？哈，斗奖，我甲面所思路咧，斗奖，咱知影老辈咧讲的斗奖，就是国正头拄我讲的面所汤啦。啊，什么斗奖？这是讲话音啦。台湾人咧讲话吼，互相跋渡，定来用讲话音咧制造趣味。什么斗奖？意思是要讲什么代志啦？兄哥，啊，我来你敢无欢迎？毋是啦，我著看到你吼，无安尼甲你吐2句啊，我著感觉碍叫啦。来啦，这个有啥物代志啦？我著甲拼啊，我甲拼讲吼，我安尼解文说理，不是咧甲你广告。我那真侪人吼，愈来愈捌你安尼。吼，啊你毋知咧讨人情？国正安尼讲尔，换伊甲我拄，讲你袂见笑，讲我袂见笑，我著晓用话音咧甲应啊，应安那？啊袂欠笑才是好人客啊。人是咧讲袂见笑，毋过国正头拄我咧讲，台湾社会常常流传即落讲话音的笑诼趣味，所以人若咧讲你袂见笑的时阵，你著爱甲应，讲我袂欠笑，安尼我好人客。国正面皮结结厚，甲我讲兄一句来一句去，一支长搁一支短，讲我袂欠笑好人客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讲国正啊，你若搁假笑吼，我呢面我著甲你删。吼，即句删的事实吼，原来是国正头拄我咧讲话音，毋过毋是要话对别落去，这是要讲全音，因为歹势直接讲。你若搁安尼遮尔假笑，一支长一支短，我著甲你删。但是宣歹听哩，老爸讲宣吼无艺术啦，所以吼甲宣即个音草间落宣的宣，转对边仔去，转对山仔的山，所以你若想假笑，我就甲你宣。阿公兄，你毋通甲我宣啦，我呢加减甲你广告，你原来较出名咧。你搁广告，等下吼，我一寡电台内底听众拢互你扭去看解文说理，我就闹开了啦。啊，阮著知己的，互相讲话生生的跋道理。国正今日讲即站是要讲话音，台湾话所产生种种艺术趣味，搁有真技巧的所在。